一分，三一分，分到一分，再一分，三一分。请点盆子瓷杯前到一分，分到一分。好，点团师晚安。点团师晚安。点团师晚安。你们在此咱在此恁除了做环境好，因为这个做环境这事实好，因为真正在高上来讲起来，下着咱中国人这套教育经典吼，这套经典来讲起来，会使较讲。这是一个严格移动啦吼，所以呢，咱伫这几处大家学习研究过程当中，咱去体验着了，确实实咱过去咱东条咱一个较摇的上先来做回应。伊虽然是一个下字，但是了伊有上上顶。所以伊即件咱就了解讲，因为今日袂使以表象来处人，就是讲你袂使以表象来看一个人，来量身定做吼。所以一个人因为伊的心境伊个心的意境，无法度用外表去甲分了。就咱常讲伫一个一个人毋是伊金，一个人的价值，一个人的智慧，毋是用即个地位的悬甲低来测量，毋是用着伊的金钱坐甲这来测量，毋是用着伊的岁月长短来测量，伊毋是安尼。当然，即款的物件是咧神圣上内底当中，个人伫无世界。伫手内一个神意境的物件，所以即个物件内底当中，咱会感受到，确实，因为即款，因为咱即个外向的内底当中，拢总是一个因缘生发的物件，因缘生发的物件。咱来做个比如，咱做戏，咱若要做戏啦咱做是讲足缘投的，足水的。就代表你这做好人，敢是安尼吼？迄人做歹，人做歹，做歹看，咱就甲当做迄个叫做歹人。因为做戏代表代替人，讲你这做歹人免化妆呢？就是讲因为伊表象，就会当来画出着，用着表象来和这个好人歹人。咱苦寒伊就做哪？伊就做一个面苦苦出来就安尼悠悠。歹人就歹心情，安尼就对啦吼。其实来讲，如我拄则讲，这表象上内底当中，甲这个心意上有关系。其实真若要甲讲起来，迄做歹人啦迄咧做歹代志，迄拢迄上缘投，拢迄上缘投下去，几乎无咧趁食，种外口的什物新老的一大堆的色情，迄拢迄个上水去做。你们相信无？农业是顶我调着你跳啦是安怎？因为咱拄则讲的，外表上你袂使用外表上去处人，是单另外咱要上一课。所以心理上即块，这叫做心法。心理上即块来讲非常重要。咱进前，咱讲到咱进前一段咱讲到面对恶道，以处宜修，有待利益。
当然，咱讲后壁换一定要有着钱来甲做一个连续落来。哦，因为即个换当中就是当时新秀去做着这首记，就是这首记了后，蝴蝶放无树，甚至蝴蝶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刻刻七，不输也真爱。所以，五祖看到了后当中你做主记，只过问话，讲着问话，你做手记是问话尔，才会入来。而且当中咱头前拢有安尼讲，后壁咱一直延续。所以伫这个当中伊做手诗出来了，手记出来了后当中咱逐组咱五组知影讲，伊手记未见本色。毋过呢，伊1000多名弟子看着心里蝴蝶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刻刻七，有事也真爱。伊就逐个讲，哇，这首诗句写了够好。是安怎讲？因为咱常知影，因为咱讲内行是看门道，外行是看热闹。咱就知影讲，这阵人，所以离当时新秀所带的教授师的这阵人，咱了解这阵人，无人真正有了见性的方面。所以呢，大家对着这首诗讲过了后，大家非常赞叹，就跟人讲起来，这就是代表这个新秀写出首诗句，就代表真悬的境界。所以呢，伊就当西方看见，就是讲，因为五祖看到了后，咱也讲出话讲，新秀大师令人该上。依处而修，免是恶道；依处而修，有待而在。就是讲，因为新秀写首诗有意见本性了后，当然五祖就看法。那今日一个五祖，伊若看法咧，要安怎带即个人？人讲帝王所不做法，相者所不可。所以伊捌得毋得，五祖写就知影。讲变来当按照这首奇手，免对恶道。咱就讲，地狱道、畜生道、暗道、鬼道，这个三道。免对恶道，依处而修，有待而你若按照这首诗写，这首诗来修啦，嘛有待而用。迄个用就是讲天道、人道、修道，有这三千道来对。毋免走到三恶道，所以咱进前讲到这个所在，所以今日就是上这道理啦。规定我5业要上处，结来成言上人5处大堆悲歌仪轨，未经到当前望上人因此依情礼拜，是毋是安尼？咱大家读一遍好唔好？归零观，归零观，我亦要上处，我亦要上处，结来成言，结来成言，上人，5处大堆悲歌仪轨， 5处大堆悲歌仪轨，未曾行到当前，未曾行到当前，望上人因此祈情礼拜。望上人因此祈情礼拜。所以呢，这个道堂这个道堂因为伊伫个心是蝴蝶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刻刻七，念，念到有厝也平安。我念到伊茶房是安尼，因为我叫桂林听着，当然桂林伊个角色出来啦咱知影讲偏迄个境界，偏内行所以就听着。毋过我拄则讲诶，咱若以看人，嘛看伊个，若看伊个，伊个人啦较看伊当入去伊迄个当上师内底，伊当几多岁呢？咱若以上讲起来，咱一定做后壁，安尼对啦就参照咱今日去写。咱今日咱有一寡道亲，
维修20年，维修30年，维修50年，对不对？但是为哪求得了？哪为哪求得了？哦，你也想咱王先生然后王先生吼，虽然讲伊离道长无介久，但是王先生我含迄个谈这物件，人因为伊的角色是安那，因为怎讲？因为我甲这物件，伊当然物件我办，啊讲物件我听。啊，所以伫这个内底当中，大家你的优势安怎的优势？哦，啊是什么原理？当然只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咱自着过去世经验咱就修来，得生得经验咱就修来，这个。第二个问题，伊随时过去，啊，通动手，咱伊外口无听人有哪有研究过啊？咱有哪有看去做者验书？哦，啊，因为这种问题啊，王先生当入来尔，当咱上几遍尔，伊睇歹一个啥？其实有个只，袂使以上处理，就是这个道理，袂使以上处理，咱较上伊个睇来。好，啊，所以这人过去有1分、2分、3次、5分，咱过去是进这个成因啦，啊，所以咱一定来了解。规我规个讲啊，5处5会叫上处，那安尼当中呢，就甲这个道长啊讲哦，我嘛要来写首记啊吼，要来上处一首记啊，安尼就对啦吼，安尼对啦。结来成缘然后透过着这个因缘来得到这个成缘然后，含咱各位大家讲出来，各位大家结这个决定，哦，结这个这个成缘对啦吼。上人5处大堆8个月，上人当然因为咱规定，因为伊对一个道长啊，伊嘛无凊彩讲，啊你写小啥物，啊你写道长啊，啊嘛足随便。为即句话，咱会当看出着，若做规定，伊随时也袂正道，伊随时也袂也袂真正即个互做事较肯定。但是因为伊对于每一个人，伊讲话无随便，伊讲话无随便。像即个上人，就是讲，即个上人就是讲高等的人，上等的人，即个人就是有地位的人，即拢会使讲叫做上人。即个人有德行的人，拢会使讲叫做圣人。所以因为为着即句话，咱会当了解着，咱当时六祖迄阵规个讲话，伊开喙就讲讲，你想放心啦吼。咱若迄个华人出家吼，伊所有信徒拢叫正言法师叫叫上人嘛吼，拢叫做上人。即个上人是对一个人上介悬的称呼，上介悬的称呼，就是讲你即个人是人品上，甲人格上上介圆满一个人叫做上人。你人品上啦，甲人格上上介圆满一个人，安尼叫做上人。所以今日咱知影，规定随时未无做正道了后，当然规定，因为伊讲话对人，拢总是一个结处成缘，所以呢，过处大堆8个月，咱来甲讲起来，咱这位上人，我伫遮啦化茶，而且整理，我伫遮做回头分啦大堆化茶整理，我一直伫遮8多月过啊，敢若讲我已经伫遮，随时我袂去到迄个哪呢？迄个监洞前堂但是我已经伫遮做着8多月行动书啦神堂书啦，咱一定要了解，伫教上内底当中呢，因为伊咧厨房啊，因伫迄个厨房叫做神堂。行动书，伊有一个名叫行动书啦我哪有即个名字个伊无讲叫你这回头分啦，伊无安尼叫。你这是厨房的，伊嘛无安尼叫，伊拢叫做行动书。离的时阵即个厨房内底煮饭，离遐个时阵迄个
也咧办理这督办工作，这个行动书啦。所以呢，咱若做规个，一定离啊，一定听过8个话。但是这个8个话当中呢，大对8个话，这个问题，咱来做一参考。如果今日咱一定来了解，这个人的性格，尤其若做规个，会经历这个了解。这若是受伊真正国情经历，伊即个地位就走掉。若就即个地位就走掉，伊若用伊知识，安尼讲，我当是一个什么人？我来到即个所在做伙头家，业主互你即个人写，我连听着我都无走去听，我连参办恁去含参与恁去入总就是讲去听辅导去听即个个司法鉴证所有无机会，去看我多少行多少的时阵，情理化查，搁再做伙头家，即若要甲讲个，即个活咱的形象，嘛练咱的形象，咱即受用道理对个所在，其实道理是咧做基础的所在，迄嘛是受咱的境界。咱即若一个迄个一个女性就要办活动啦用门仔载，咱就开始第2班，后日就个时阵2班的新成员会课完，会继续咱爱上就分着礼拜爱上服务，爱上服务有人分去底，有人分去别墅对毋对顾别墅，轻分的别墅，人分去底有房，人分去底大医啊，有人分去大道啊，有人分去路途啊，是毋是安尼？即马咱就会排队，是安怎谁咧排拢排我去入别墅，拢无排别人去拢，是甚至恁看我无去，还是拢叫我去煮饭，还是拢叫我去包便当，还是拢叫我去创啥货？如果咱的地位也不够，咱面对着即个问题，咱的心迄个信心、迄个心就开始起动。其实受道理对个所在，受道理是对个所在。变数，变数上有道，变数上有道。你伫困在落去，你伫赶路途你伫保持你即个心的清净。伫即个环境的内底当中，无人爱做，你去困在落去上尤其是道中的物件，毋是咱今日我爱你做到，爱你做到。其实这每只爱咱做到的，咱就做到，去上个伟大。我无甲你计较，我无甲你比较，我嘛无展现我个人，无展现我家己的伟大。因为反正结果才排我第一。即款的人叫做无为，叫做无私。无为啦，无为无私。若做规个是即个成绩，你甲看某厝大堆8个话，我甲即个8个话，我靠袂惯面讲，我今日写较输，拢派我来遮整理。甚至我搁来去山上，搁有够重，要整理的当中，我得派一个药酒，药酒恁听无？就是讲个时阵迄药派一个树头，因为伊个人轻轻尔，人要甲讲起只40多公斤尔嘛你要比迄个你要扭迄个石头落来，无够咱嘛，你着扭来放去扑一下，咱才整理。我着石头扭无够重，扭落来，安尼才整理，所以着你派一个药酒。当然叫迄个较大片的啦，较大块的啦，太我这上瘦啦，所以这就是人的性格。当时咱若做规个，伊有即个方面，伊是有即个方面，所以伫即半位，咱着了解，一个人修完落来内底当中，一定要以物易条理，叫做踏踏实地。无论伫什么环境，伫当中凡是做法律行业，无论你是什么环境，拢总是真伟大，拢总是真清净物件。若无去做，迄个所在先人去做，咱来一个感觉讲，舍我其谁？舍我其谁？如果我无去做，什么人去做？咱有即种观念，咱会感觉真伟大。所以呢，未经到当前，我嘛无去到咱的大殿。咱嘛无去到咱的迄个讲堂，我都有行开的所在。
望上人因至基情礼拜，我嘛想要来首诗句头前啦吼，来甲拜见，要甲参拜一首记啊，就讲参拜先是菩提树，心如明月来，时时刻刻七，无事也地来。因为这首记当时，咱甲做五祖甲讲啊，恁若当按照这首记修，因为伊利益啊，嘛是有带利益啊。但是我随时我规年我而且8个月无机会能去到当前，人礼拜的这首记，甚至讲今日你这个上人啊，你处理者甚至咱带到迄个所在，而且讲者安尼讲，关系伊8个月，嘛毋知伊咧大殿做一个所在啦吼，叫不离后壁，情侣看茶尔，你才知什么叫做同情。所以这当中呢，就是慧能，伊开始听首记了后，伊就是家己有一个体悟，嘛是想要去下面抄手记，这个就是安尼。即摆咱再讲到一段话啦吼，当主因治基情礼拜，来咱继续吼。当主因治基情礼拜，慧能曰。慧能曰：慧能不识字，慧能不识字，请上人为托。请上人为托。时有江州别驾，时有江州别驾。姓张，明日用，便歌声托。便歌声托。慧能闻语，虽言，又有一句。望别驾为师，别驾言，你亦作奇，奇殊稀有。当然，因为这个当主啦，咱讲拄则咱慧能甲称呼这个当主是上人，这个当主啦吼。接受着了咱这个慧能伊这个慈悲拜托吼，因治基情礼拜，就到彼首，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刻刻七，无事业平安。后边来参拜的手记，因为安尼讲呢，咱一定要了解，在佛教上内底有一个规矩，就是讲，因会去拜经书。因为经书就是圣人智慧，因为拜经书就是讲，你若开始你要上课经以前，你就讲拜经书，拜先，无就到遐念手开经书，武上受亲微妙法，必千难劫难测度，无经言文必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因咱会开始去开经书，就讲拜神，这部经典，就是讲你今日要读六祖的经典以前，你一定爱念这部经典以前，你会拜祭而且佛教上引导是经典。那当然，因为咱常讲的文艺法制、观念法制、思想法制，其实文艺法制叫做三法制，其中一法制。这个文艺法制。法制就是讲叫智慧，简单讲起来，这是圣人讲出来的话，甲记载起来，安尼叫做文字。但是，若要甲讲起来，这是对圣人伊的智慧体悟出来的智慧，所以伊也写成文字，所以叫做文字法制，就是这个问题。但是因为新秀伊写着手记，当然这个人伊哩。新秀就是因为当时内底五祖伊内底一个教授书，就是咧教这阵教这阵学生啊。伊是咧教这阵学生，当然新秀写出来这首记，你讲嘛，这学生敢会使释迦牟尼佛？当然嘛，袂释迦牟尼佛，因为这是阮的教授书写出来这首记。当然伊才有咧论证是的，若咱写出来可能就不是啦吼。这是我开玩笑的吼。当然，伫迄个当中，
你看嘛，所以这个规律法，伊讲到以前礼拜，到14月头前礼拜，规律法规律开始讲规律不是规律，请上有不同。伊讲规律，我规律嘛毋捌伊啊，因为我都无读册的，安尼啦所以我想讲一句，过去迄个伫六组旁边，一定有人伫手过。一个吴进长啦，吴进长啦，迄吴进长拢上咧翻经，上咧翻经的当中呢，因为六组常听即边人讲，六组听到吴进长咧上一句，即号一翻经，伊六组会员，即边人讲，虽然解释，你呢即款问题，你就是迄个吴进长即款接着一本册，你问伊。大专啊，讲，你即不识，伊即请。若要甲讲了，我文字我毋捌，我免读文字，文字我毋捌。若意义你即请，你若要问内底含义你请。吴进长安怎甲讲？义上不识，言之会义。你文字都毋捌啊，你才知影意义，是毋是安尼？所以迄种吴进长安尼甲讲，诸分妙理，为官无义。所以今日咱讲伫即段内底当中，为了不是无义，请上人有读。我规定，我细汉啊阮老爸因为过去是中原，若要甲讲起，那是一个官办，但是不幸，毋知是航海，因求学，从长本到岭南，我带着因老爸，带着因老母，带着即个囡仔，伫咧拼到的时阵啊，即个岭南就是一个蛮野无开发地区，但是迄个时阵，你甲看，要拼3项就困难，何况讲你读飞机。伫迄个时阵，咱知影，规定老爸来到岭南无偌久，可能会压力大，嘛受着刺激大，所以就无偌久就死啊。所以六组规定，因为当年迄阵规定。规定当因老母叫做同意规定，规定去山顶即个草场，来落来即个饲牛咧地，伫迄个边缘界内。所以若要甲讲起来，要食3顿都困难，才有法度去查文字。所以伫迄个环境内底，因为当然咱知影，迄是无读册，你无读册，咱就一定爱记一句话，无读册。无代表无地位，一点咧会来。无地位，伊毋是无地位，因为伊的地位是叫实权的，叫实啊，伊的地位就是叫实权，就叫这个实权。这个实啊，有家己看下。因为讲，因为咱的实上要强，这个实上要强。因为咱的肺，这个肺很足的，所以叫做食强，这个地位嘛，这个叫食强，地强，食愈强，咱的地位也愈强。就是讲，伊读足侪册啦，伊读这册，这种叫做文字，伊读这册拢叫做文字。所以咱伫校咧读册无，咱读册拢叫做专业知识嘛，专业知识嘛。专业知识即个文字就是世界法律用嘛，咱世界法律，世界。你今日这世界法律较毋这地位嘛，出世界法律物件，无管你的地位压袂起来，咱今日去叫砍掉嘛。若这知识，文字知识，咱叫做转识无？无六组人转识生啊，生即个嘛生理嘛。转识生理就讲，你把你的识，互你底调这识了后，你转落去，就迄个识啊挂掉，这地位生出来，安尼。若转识生理，就是即个识互入去，甲换倒转来，即
石头肉的，这个地位要强起来，叫做转石生理。是安怎咱今日个地位生袂起来，就是我拄则讲，那个是扛不掉，咱若是扛不掉，石是底掉，就差着讲今日我做一单单，这石头，这石头叫底里迄个，底里迄一撮草，这草活起来，这草活起来，这草活袂起来，无代表这草死去咯。你这石头若较赶走，你经过无迄个叫底条的迄规个大到千厘米，敢毋是安尼？大到千厘米。咱今日就是咱食咱的地，就叫这条咱，这大粒石头，这石是重歹歹的物件，咱叫底条的，所以咱人民就不好。咱的地位生袂出来，咱叫做本地众生吼。咱无用做个阿罗汉，无用做个辟支佛，无用做个菩萨，无用做，就是叫这个石底条。所以咱今日修学道，就是安怎，就是真正，离这个外口无异知识内底当中，这就是世间论，拢世间论。所以世间要争取名利，比如讲今日你若要去做一个政治人士啦，要做一个委员啦，要做一个立委啦，要做一个什么员啦，你爱读册。你若无讲我是毋捌字，人就叫你问题。嘛，伊的门槛。比如讲，今日做个区长啦，要做个这个议员，爱什么条件，读册爱读什么去啦，你若世间发生咧讲起，因为伊是看你的问题，看你表现。但是因为出世间法，因为咱即马做就是简单比如，咱一贯到前人作者拢无读册，你要相信无？真足无读册，为甲国小啊头重要。真足侪前人，你想？迄个我去迄个台东的一个迄个中正，无读册，但是因拢去较早，因拢去读暗号啊，读暗号啊，但是迄台东做前人，这个这本书，若是早年这本书，码头你想咱无码头介讲，咱我当时读初中毕业，若像即个少年，拢读硕士博士，即个硕士博士。有阵时拢把这本书看下班，硕士博士先咱跟前面看下班，因为迄是咧论点，迄是咧论点，道中是论点，道中是论点，毋是咧论名，毋是咧论名，毋是咧论讲你今日这地位，这个名，这个名。所以咱看到这当中就了解。今日一个记得，毋是你文艺，记得写得清，毋是这个。所以，佛法内底当中提供这物件，请上人委托，因为为了拄着一个俗者当中，伊就来唱叫做上人。你上迄个同事无？就讲请上人，望上人引起礼拜。那同事啊，引起礼拜了后，为了不惜有伊请上人委托，请上人委托。当然，这个上人委托啊，就是讲地区的人，第一就是讲什么物件，这个同事，甚至你这个上人就把你带我来，要把我读一个，互我听，这第一个。第二个是甚至要称呼伊是江州别教，对这个人，迄个叫这个人，因为伊守离迄守记的迄个边啊嘛，但是伊这两个甲看起来当中，应该是咧讲这个道道这个囡仔讲这个道道这个囡仔，是有江州别教，所以呢，这个江州别教当然咱先了解一下这个江州别教是晋朝的时阵的一个州名，伊伫后壁来写的江西及湖北的南部啦这种是叫做江州啦所以伫明清改为叫做九江关这个江州的名。迄个别教就是叫侍卫官，叫侍卫官当时唐朝当中这个江州别教，这个叫做侍卫官什么叫侍卫官？侍卫就是现在咱正人讲起来，就是差不多保护着迄个总统边迄侍卫官保护这个所以因为这个侍卫官，当然伊嘛是个时阵咱修佛法的一个人
伊姓张名义用啦吼，伊的姓张名义用，便高声读啦，桂林文艺啦吼，随言啦吼，桂林文艺哦，当然咱来讲起来当中呢，即句话，咱即个上面，即摆咱即看出来当中就是咧讲即个甘州笔啊，即个人啊，伊若咧讲呢，有时甘州笔啊，姓张名用，便高声读吼，伊就是讲的即个囡仔读的吼，便高声读，桂林文随言，桂林听着了后，哦，比如讲伊当时的发达法师啦吼，发达法师的时阵呢，因为迄阵当时有一个啥物人呢？有一个发达法师来到六祖桂林，伊听到即个当禅师啊，一个六祖桂林的当中啊，伊是一个非常地位非常有德行的一个对象。因为即个发达法师就是千里迢迢，就要来请教佛法。来的时阵呢，伊就带行为，甲行咧啦吼，到迄个所在，因为伊为了来参加、来参拜，甲你讲起来，因为伊佛学经上过3000几部啦吼，咱个头名吼，所以来到做客的句王啦，伫迄个当中呢，到做客合作会来讲，内本即万状，头下不记地，有我最即生，无讲无鬼。即句话是啥物人呢？即句话就是因为当时即个发达法师来到即个做客的时阵，拜见咱六祖爷的时阵，伊无为咧参加，对伫遐说伫遐大说吼。所以迄个时阵做客的句王，就是讲咱到做客了后，去互了六祖爷来讲出话。当然，即以后边咱就讲啦，我是讲着遮，我是讲来引申起来的啦吼。所以迄个时阵。迄个发达听到当中呢，伊就家己真惊伊啦吼，安尼就对啦吼。伊甲讲，当有经有法，当天中一切法啦吼。有经地主上发华，未解经义，愿和尚解说经中义理啦吼。伊讲，若要甲讲起来，有经有法，当天中一切法。因为我来到这个所在，虽是我读经3000几部。但是我有较强着，但是来到做客后，你若做为人教，讲内本即万状，头下不记地，有我就实心无故无比，我用体悟着，修学着应该要符合着即个本质。所以有经有法，我对今日开始，对今日对以后开始，有经有法，当谦恭一切法，我拢要足谦虚足谦恭啊！地主上发华，未解经义，愿念回向解说其中义理。地主上发华，我发达法师，我上法经虽然上过3000几部，但是呢，未解经中义理，愿念回向解说经中义理。希望你师会当甲解说经中的义理，我了解法学经的意思。迄个当中，迄个六祖言文而不识，年纪主经上边无为你解说。因为若文字我毋捌吼，你去摕即本法学经来念一解我听，我通甲你解说经中的义理啦。所以咱下咧念着甲啦，此经典以因缘出世为宗，到尾讲着开始往去这物件嘛吼，咱六祖后边，六祖即句话因为即段话我会照着即段话咧，引申即段话就是讲六祖伊毋捌伊事实，所以呢，因为学法学经。因为伊就毋捌文字，但是伊讲出来了后，伊就知影经中的义理啊。你讲是有时甘州笔啊，因为伊姓张，名义用，便多写到桂林文理随话，伊就知影。虽然是甘州笔来读着即首偈，死时无地树，心如明镜台，死时听着七有数了定安，六祖袂好听嘛。虽然作偈，即个叫蒙别教为师，别教言，别教就是讲，即位甘州别教即个水，我就讲哦，你作棋，你会作棋，技术体有啊，即句话就我咧甲笑啦，你听无？你即个毋捌文字，你即看起来，讲啊歹听，叫做草草啊，讲歹听，讲啊歹听，叫推推啊，
啊，你这甲看无，我甲你看，你也无物件。啊，你讲今日你这无啥物物件，啊，你后日来做啥物棋？阮内底1000外名地出，都无人敢讲，无人敢来做棋啊！啊，你今日看你即落面后壁，你精美，你破茶，你煮饭，你做几道饭的人，你也想你来做师傅，就差不多安尼啦。技术起有啊，啊，人甲讲个，这是真奇有的代志啦，敢若讲不可思议的代志啦，就差不多甲笑安尼意思。好，即嘛就讲安尼吼。接下来，继续来吼，桂林乡啊，咱再继续啦。桂林乡别家园，桂林乡别家园，中学武商菩提，中学武商菩提，不可以轻易错学。不可轻易错学。下人，下人，有上上帝，有上上帝，上上人，上上人，有无一致，有无一致，若亲人，若亲人，只有无量无边罪。只有无量无边罪。别家园，别家园，逆但上奇，逆但上奇，我为秘书，我为秘书，逆用必法，逆欲必发，先书道我，先书道我，勿忘出言。勿忘出言。即句话当中呢，就是因为伊较笑啦吼。哦，你即个吼，你写手机，即首字啊吼，即个甲笑即你啥有可能啊？就安尼啦吼。干来讲起来，就是讲看桂林，伊也无起啦安尼啦。但是桂林向别家园啦吼，桂林就甲即个事我讲啦吼。中学武商菩提，不可以轻易错学啦吼。中学武商菩提，即句话咱一定要了解。什么叫做武商？武商菩提，即句话当中呢，即句叫哪？即个菩提叫做觉，即个好，即个叫做哪？武商，武商嘛吼，他已经达到无上，武商叫做哪？咱讲即个可能经啊，佛就最关心个无常啊。即个因为佛一定要控制即个觉。即句话，即句话来讲起来，而且中国讲叫做觉，是印度叫做菩提，中国叫做觉，印度叫做菩提啦。你今日即个无常，变即个无常菩提，即个无常就是菩提，菩提就是无常，安尼讲挺有意思。所以你把分做两个意思，一个叫做佛，一个叫做觉。觉，咱逐组，如果拄则讲觉，有如啥物件？有开始，无入，先前咧有即句话嘛，觉有如不了，所以呢，即个觉，有无？就是甲即个不相像。所以无上菩提，这两个解释的，这两个解释的，拢总咧讲啥物件？拢讲同一字，就是讲叫做佛。叫做佛，毋知有叫做哪？就是叫做无上正对正觉，无善正正解。欲学无上菩提，你今日去学，毋是咧学世间法，你今日学毋是咧学识哦。你今日咧学即个无上菩提哦，即个无上菩提是啥物件？人人普有哦，人人具有哦，人人普有的物件。因为今日咱做简单的比喻，咱今日坐车，咱若讲咧今日来学考试，可能有100分咧，有90分咧，有50分咧，有无及格，有考5分，有这叫做哪？这叫做伊的长处。长处就是讲，因为世界的知识来讲起来，伊确实有一寡这物件。毋过伫无上菩提内底当中呢，伫无上菩提内底当中，这是本来你各国富有的物件，是因为我今日是安怎我变众生，
这个无上菩提，我这个无上菩提我学不到，因为我叫看不掉的。我有这个物件，就假如讲我是物件，啊，我搁另外口咧找物件。我这地这个啊，我搁另外口咧找物件。我家己有物件，啊，我伫外口找物件。咱想讲一句话，贪看天上月，毋知我掌上明珠是比迄个天上月还好贵。当然呢，啊，我是有这个明珠，是安怎我会贪看天上月？因为我着去外口的卖菜市场面，我家己是安怎我会去求外口即阵粉？我家己即阵粉我毋知影求，因为我着叫色也砍掉，因为去互即个色，我会滴我即个角，哦，开始问题我即个起来，我即个无变，所以我砍掉我滴即种色。但是你会了解哦，我常讲的，毋是讲今日你一个人毋捌字，就代表伊有地位。毋是这个道理咯，因为伊本来就好比自身本就附着伫个哦，本不生灭伫个哦，哦，本就附着本不生灭哦，因为伊不精哦，伊不减哦，伊不滴哦，伊不实哦，叫做苦有哦。那安尼当中，咱真正伫遮，每一个人，大家叫做哪？叫做平等。大人平等，大人有。大家拢相像，毋是你有我无，我有你无，毋是这个道理。如果今日若我有你无，你找唔到；啊，若你有我无，我找唔到。毋过呢，今日既然你富有的物件，大家有这个无上菩提之个物件，欲行无上菩提，不可以轻粗学。这毋是粗学甲轻学的道理。我拄则讲的，六祖里面，伊的好母变过好，是毋是呢？但是伊前世人，你敢知伊前世人？伊前世人是地藏菩萨的转世，而事实上伊是地藏菩萨的转世。你看伊草草，你看无起哦。你我看一个肥肥白白迄个较看有起哦。你看伊闪闪四界外风景无起哦。袂使以上某人啊，对不对？就我拄则咧讲的，王先生，含咱是熟悉偌久。我是啊，王先生无介久。但是因为我去到因的药店来办即个，伊咧淡淡迄个，你看看会着咧。啊，你讲隐瞒嘛？其实伊来讲，伊人自早有修行即个，甚至伊过去世嘛有修即个。那这家有功夫，当然这更加呐更加用，所以不可以轻易粗行，就是讲即个道理。哦，爱上。像我菩萨，我是50担50担。我常讲，我咧坐顶，我咧讲经讲经，大家师傅讲，你嘛师傅，你讲了足好个，啊你嘛讲了足清楚，但是我嘛听无，我听者我也无念讲，我讲了足好个，你听无？我足清，我足清楚，你应该是听我对。若讲无清楚，就是听无嘛。我讲无就是听无。我讲足清楚，你着听有啊，太阿哥你听无意思，所以讲出我讲矛盾。哦，所以要切入即个无上菩提物件。识律观，学识律观无大家有捌。今年迄个当中，我去迄个对啊，去迄个个吉兰山，拄着日本完全。伊无读高中啦，但是伊去交易大学，迄个嘉义专门大学，伊讲讲4、5千人听吼，啊三条迄个个杂志迄个啦，吼，CD 哦，讲伊这里迄个个嘉义中正大学讲，一个无读高中，伊讲哦，拢迄一寡迄教授。一寡迄硕士，一寡学士咧听，那要讲起来，那伊着即个识，那伊着咱拄则讲的识，咱查足济，对不对？但是因即块物件，伊着无救，即块物件伊却砍掉，所以伊今日随时一个，伊讲做法王嘛吼，咱大陆嘛有个法王嘛，所以咱拢听即个物件，啊，所以因为伊。一个人定义来起来当中，因为伊的即种的力量是有
无穷尽、无穷尽的物件。所以今日伫即段当中，非常向大家讲，着学无上土地，不可以轻易错学。要掠即土地当中，你袂使轻易错学。一锤打碎大刀断，一锤打碎大道断。咱常讲一句话，过去是故事安尼讲，讲有一台大客车，车载客车，佢经过一个洞口，迄台车管流到洞口内底多，我加咧门内啊，要驶前也袂进，要驶退也袂退，要甲赶落来嘛袂落来，我卡条咧。我想办法拢无办法。我一个囡仔从来安怎？讲，因为脸啊风吼，放，脸啊风伊我卡条尔，脸啊风较放。大家想想有道理，因为脸啊，比如安尼放到安尼，差差不多2寸吼，啊，得卡咧尔，迄小可伊就会过来，真正脸啊，那么放一放晒过，放在边关，若晒过啊对。一个囡仔来讲，风放者，小可放者爱晒过。你一定人多上过来无办法，上过了无办法，要把握也袂把握，要嫌你也袂嫌弃，要甲拆了也袂拆起，你免哪？风甲放手，安尼是啥情况？迄个囡仔向做来叫小弟，你听无？迄叫做哪？迄叫做缺骨。敢是安尼？敢无？感觉就是佛啦。迄件代志成功就是佛啦。敢是啊？迄件代志做成功就是佛啦。但是咱即件代志做成功，即个无像即个代志做成功，因为咱拢上不了想，上不了巧，所以咱叫，咱叫识神安尼害死。识神我常讲的，识神就参照一只魔形象，咱地位就参照一个菩萨，一个佛形象，纯佛形象。但是咱个识神愈强当中，就是咱即个佛，其中叫地势，上叫恶势。所以要安怎把你即个佛，你即个角色，无上菩提，要安怎互种大起，地位要安怎生起来？那安尼当中呢，你的识神就转过来，正就去压过来，那叫做咱拄则讲的三心专数定转过来，迄后壁上定吼，即边同迄物件。下下人有上上定，上上定有无异定。下下人，你无看一个囡仔，你无看一个上上人，你今日当中，我先听讲，咱进台湾，若要甲贡献咱台湾即个土地，韩国伊的集团是用做啥人做集体的集团，即个集团若处分了后，韩国规个就是放嘞。咱台湾的政府的事业若失败咧，咱台湾哪是？是哪？咱台湾拢伫民间，真正高手在民间。咱台湾真正工会高手拢伫民间。你想，韩国3千户，迄支手机出问题了，我听讲标不标？迄支手机出问题了，可能要差3000个。韩国人是主观性足重的你想讲韩国伊绝对无咧使日本车韩国无咧用台湾货所以咱台湾拢足侪网络讲爱利用韩国货物，韩国伊嘛无咧信，反正我的货做出来，对不对？你爱你就包买，伊足有自信。但是韩国伊是一个大集团，即回去食着惊，所以一个失败了，伊规个韩国规个拢错。咱台湾自着过去经济危机到即马，若讲千锤百炼，支离破碎，咱台湾有着无？咱台湾真诶歌手，我离迄我去伊伫咧做东啊，咱女性做东啊，我走去台中迄个林党办理同意。阮伫台中即个所在吼，即个所在即个拢总是一个工业区，讲过工业收来讲工业收，足侪韩国大公司拢来咱台湾，离即种诶小工厂。客物件必然讲，咱台湾所有诶技术拢总伫民间诶，
我会安尼讲一句话，下去，虽然我们台湾这个土地内底当中，你嘛伊是风来先倒哦，伊上所有政治，你是想讲美国的迄个红果，吼，伊爱买红果，伊所有的力量，咱台湾我来我来把采访，足济拢总是台湾的科技，所以足济台湾的科技啊，中国大陆拢要来学。拢要来学，进去，互你偌好，福利互你偌好，优惠互你偌好，啥物件？但是一件好事，你就好人，工资叫有一条手，你就好人，吼，互我讲快点好人过来。所以台湾人太多，太单纯，但是因为咱台湾是上界袂会传递物件，袂即个物件。迄叫做哪？我若是有趁这10几年，我来管你安怎，所以拢是相关联。啊，无是咱台湾确实是市政真正红的先倒的所在，所以呢，玉器初合，下日有上日有落雨，就我拄则讲的，足济迄个足济素质足悬、水准足悬的，做袂出足精美的物件出来。我即个做者一般咱例，我咱较早一个用鱼啊，盐苗可能内底只有一般就是嘛，伊做我知我讲。嘛做我知无呢？那香菇甲无米叫摘出来吼，伊咧老讲问你，你来我配合你。我这香菇苗啊吼，伊拢一包一包嘛。我这支草吼单哩，你毋免讲，我这支草会去挂伫包仔顶，拢总过年香菇顶哩。伊迄香菇洗出来规个，你甲看起规个拢香菇，无看迄包啊，香菇包里头，真正开外面，我讲。我来睇奇怪，啊有做出来香菇啊，香菇包啊，看出来，看起来看着香菇包啊，无看着香，啊你看了看着香菇，无看着香菇包啊，哦，咸咸就是伊的红味。有一个当中，咸咸两去后尾，你来打架，然后安怎接捆，安怎揣捆，安尼啊。伊讲你其实较简，咸咸洗出来，有啥好无？无啥好。所以日本特别来聘请伊去做哪？做这技术服务。我去台湾两位啊，咱进台湾，你甲看，即个农业博士一堆，咱的哪？念出来，什么？蒜椒啦、乌珍珠的啦、什么乌毛的、乌金宝的啦，一毛几有无？哦，你看台湾的什么乌牛啦，乌牛你听无？乌牛是屏东，迄一条包黄金的啊，迄种龙鱼的啊，鱼叶当中，迄家己培养出，迄毋是即款的不得，人因这个下人这人，我看见一只大只，包啊黄金的啊喂，我唔知我唔知啦，我听做好只。安尼啊，我阵大陆吼来庙过节，啊，咱台湾叫客家人来了怎啊饲个？啊，你还没相平。所以这台湾偌济容易得的物件，偌济科技的物件，拢伫台湾家己发明出来。招班去啊吼，哇，一只高紧的，起码消费较早一只，要人多趁钱。所以我讲袂了啦，台湾当中啊，你甲看，即个土地，你看。我拄则讲下地域上上，其实农民这边人内底，人你像阮农民，阮过去阮老爸，你讲以前咧，咧种菜，定时咧施水，定时咧施肥，啊，定时袂使施鬼，定时咧施肥，定时咧传药啊，定时咧创哪个，啊，这切啊地分无白，这切啊地什物件，因作清楚的。你叫一个农业博士去看卖，看伊看，对不对？种起来当中咧。拢安怎？拢惊唔过，所以呢，因为咱真正爱了解，这是课程的长期生涯学习的经验。就是你变修道，就是咱特别咱长期学习的经验，下就课落去了。我接受能够。伫迄个当中，咱慢慢真正课入去，咱哪能学着物件？
头家啊，人拢袂当骗物件，我无骗你。屈低落来，倒里上低厝的物件，你屈入落来，你袂当学物件。下面的人会当学物件，上面的人你袂当学物件，人嘛要甲你讲，啊，你若上学，你去学好啦，对不对？所以修道里个，修道里做低厝的物件，哦，叫咱一步一踏。哦，所以这个当中，若是今年只是无量无边的做，今日，如果你今日若看人无起的人，咱会知影，咱为着咱一句话了后，造成偌济，互人未心道，互人偌济，互人未心佛。拄则，咱伫车顶，咱太太车顶来讲，讲当时当中，要倒的时阵，哦，伊较早。我地厝的当中，迄阵，哦，屋企户口骂人，到尾后出事来，转世来当中，就变成一个伊看到嘴巴很臭，啊，造口业嘛，后世人来转一个转一个咱足臭的，叫因果物件，啊，到尾来当中呢，就是叫阿兰，哦，叫阿兰高。所以，咱改变伊。所以，你一定爱啦，伊修完在内底当中，一定要叫做正念。正念，正念或者解释叫言语清净。所以你是言语清净，所以你讲的拢无惊人，它的反作用力就是清净。你言语惊人，我靠，你反作用力就是恶。那样子得清。我讲真啦，过去啊吼，阮老做一寡可能较毋对代志，但是当中呢，讲咱毋是回头啦吼，真明白。如果这人离伊过去所做的阴影，咱一清二楚了解。如果咱今日若用着伊过去的这种行为，比如讲上班的小姐啊好啦，还是安怎好啦吼，用这种的物件，甲设定讲他没有资格进到佛堂来。安尼咱叫做剥夺人家的慧命，包括你看，咱嘛有那下人，咱嘛有那啊，有那上头，伊嘛有上头里面，你袂使来设定讲伊今日伊就是因为这种类啊，过去有得作者这个案例啊，对不对？主要因为伊咱回头是吧？哦，所以呢，因为咱伫遮当中，咱如果轻视每一人，咱有带来无量无边罪。咱昨年发的迄个人才教育的时阵，一个方讲师安尼讲：你今日去对伊赞叹，你今日对伊鼓励，你今日对伊修转，因的救人之作，拢伫边咧甲你拍手，拢伫边咧甲你打地位，拢伫边咧甲你加力。你对这个人的诽谤，你对这个人排斥，你对这个人看不起，伊的救人之作，拢咧甲你指指点点，因为安怎讲？咱修学都有开设甲伊的救人之作问题，你莫讲这个代志。虽然咧修道是咱个人代志，我批评你，互你袂修道，你的救人之作有办法办到。我今日鼓励你成功，我今日鼓励你学道，我今日鼓励你修道，你救人之作，打拍大你的救人之作把扶持哦，生活的，因是我你某某把贵人哦，咱莫看这个小可代志。所以咱厝话讲，若是今日只是无量无边的做，这个话就真正走啦。你莫讲你一句话，你喷一个小话就简单讲出哦。但这句话讲出了后，你这句话收到等下收到等下。虽然我提前为啥他讲这句话，一言说出阿来呢，是嘛？这个。你做你这种的言语，偏偏这句话，你要做清净，你要做。误说的言语，误说的惊人言语，就是呐，拢嘴巴是一个工，但是就代表你的心，你的心讲着清净，哦，你的嘴巴讲着清净，正面就代表你的心清净。咱的嘴巴讲出来说就代表咱呐，哦，咱的心无清净，作案咱规定就是安。所以呢，今日。造成无量无边罪，拢是个人的代志。别讲别，哦，当然这个随我讲的呢，
你但上期无为意思，因为这个别家已经了解，因为既然伫咧修学课内底当中，咱今日伊讲出来，伊才咱就听伊个内涵，伊这人地位袂歹，这人看法嘛很相关嘛，所以讲别家言，你但上期无为意思。你今日去把四节题念出来，我甲你写，我为你所在，我因为也捌念，你会念名呢，伊嘛要念呢，对不对？无意思。利用的法，先书道魔，无忘出言。伊甲讲哦，利用的法，就简单讲起，你写手记，你写法记，那他说讲会当得到处位啊，因为当时无所甲讲啊。你会当写手记，我是树立这个所谓啊，把我因为伊要把第五代的祖师要交接到第六代啊，所以讲利用律法，先书道王无出现。咱当时要经历啦吼，我甲你写上好，但是你问袂去吼，你若假使讲，你若得着法，你第一爱是好我，你问我的时阵啦。忘记我当时甲你，甲你的时阵啦，甲你为师的这个代志啦，即句是安尼甲讲咱继续。会员疑问，像会员开始讲啊，重点比较就出来了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咱怎啊？规定疑问。为灵奇曰：菩提本无树。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本来无一物。何处也平安？何处也平安？当然。